你想家没有？想家的时候都会唱这首歌。独藤乐团的《我在那边唱》。 守候在家乡，我却离开那地方流浪。城市没有阳光的远方，马路没有故乡草原来的平坦，路灯没有照亮我已迷失很久的方向。 我却在这里成长。啊呜哎呀，哦咿哦咿，哦咿呀，哦咿呀那呀咿，哦咿呀，哦哦耶呀，哦咿哦咿，哦咿呀，哦咿哦。 城市没有阳光的温暖，马路没有故乡草原来的平坦，路灯没有照亮我已迷失很久的方向，我却在这里。 有没有买饮料？一定要的。有那边呢，自己去买。为什么你都没有反应？很安静呢，不习惯。通常我唱歌的时候，在部落唱歌的时候，小孩子在那边哭啊，老人家在后面喝酒，通常都是那种很喧闹的样子。不管，反正他们会有共同的默契，就是我一唱完的时候就会有掌声。 然后我在唱歌的时候就很吵很吵，怎么会这样呢？但我小时候其实不会唱歌，说起来也蛮怪的。就是我所有的音乐养成都是在教会跟学校的乐队。我小时候不会打棒球，虽然海岸线是棒球重点的区域块嘛，不是有陈志远吗？张泰山啊。 我小时候我印象很深刻，我小3年级都是被球打的，不是打到棒球，打不到球会被球打。教练就叫我不要打棒球，然后跑步跑不快，然后怎么办？小朋友原住民都是天籁嘛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不会运动的就是送去合唱团，你看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？对对，有吗？对啊，就这样嘛。有的人还是双主修，你知道吗？还要因为打棒球又要合唱团这样子。 好像很忙一样，然后可是去合唱团，因为我不太会，那时候5年级，然后就说唱歌要用肚子唱歌这样，然后肚子他唱歌还会有那种，就是我都没有感觉，就是丹田嘛，你们唱歌有用过丹田吗？
我唱完都觉得很想大便。老师不会啊，然后我的同学就说会啊这样，会当时不是唱的啊，你知道那种抖音有没有？可是我同学就说你可以用手动的啊。然后如果手不能用怎么办？老师在的时候这样跑这样，不会。可是假如就不会唱歌，那时候老师5年级的时候就被老师说啊，你不要来唱歌。所以那个你知道小时候被打击的心情啊，不会运动又不会唱歌，很想回去跟妈，我们是原住民吗？那时候我们家有一个姓这样，我们家姓姜太公的姜，我妈给我讲，我们是韩国人。不要为了安慰我呢，啊，那没有关系嘛，那怎么办？就是后来是在乐队里面慢慢就养成自己喜欢玩乐器这件事情。当然说起来也蛮妙的，一直到我高中的时候，就是我学了一个很特殊的乐器叫竖笛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？大家没看过吗？这是很有气质的乐器，它长得很像萨克斯风，可是它是黑黑直直的一支，然后一单黄的簧片乐器这样。可是这个乐器也很妙，在乐团，在整个管乐队里面，它通常都是伴奏乐器。假如说人家吹旋律有没有？我们就是吹那种掐的，然后就永远都没有办法 solo， 就没有吹到旋律那一种。所以那时候我就下定决心说，我决定要自己写歌。所以我人生写的第一首歌是管乐曲。很妙啊，在高二的时候。但因为太过于认真了，每天就是用竖笔在写东西啊。我的同学就看我写这个有用吗？这样。然后他那时候，因为我们有机会跟东女的，我是东中的在那边，这边有东中了吗？然后跟东女有交流嘛。那时候刚好看上一个女孩子，然后写情书给她。啊，他觉得他写的很有意境，所以他问我说可不可以写成歌这样。因为我在写曲子，我就帮他写，我试着看要帮他写，写啊。很认真写啊，他写完之后给他说，你要唱啊，要不然怎么知道怎么唱？然后我毕生第一次写歌录音的时候，就是为了他追女朋友，然后用录音带这样录唱，然后让他录完，让他去追他女朋友。我也忘记那首歌了，因为那时候他去追他女朋友的时候也没追到啊，所以完全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。因为那个录音带就在他女朋友那边，事后也不是女朋友了。可是那时候启发我一个。想要唱歌的这件事情，从我17岁就开始写歌，然后18岁就开始参加比赛。台东很少，台东都是唱歌比赛啊，很少有创作的。可是那时候就刚好有一个创作比赛。我不知道你们知道别不动吗？台东很早的那个 pub， 后来倒闭了，现在那个地方变古迹了吧？然后就去比。然后第一次比赛啊，但我没有自信啊，就是找我的高中同学这样跟我一起比。他唱歌很好听，他们家也很妙。他就是郭英男的儿子，你知道郭英男吗？孙子不是儿子，孙子。郭英男就是唱奥运主题曲那个老人家，1996年奥运主题曲那个。他们家很特别，因为长得再怎么奇怪，唱歌都很好听啊。所以不怕呀。他们家有血统的保证，然后就跟他一起比赛。第一次比就得第3名哦，哇，很开心。觉得写歌这件事情还蛮好玩的，有人会喜欢。从此之后就开始参加。